即是咱用主导名三甲来祈祷。愿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地狱，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欢迎阳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要咱三甲用上帝话来启应。启应文第57篇，记载约翰福音15章。启应文第57篇，我是真的葡萄树。因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结果子的枝，你就甲伊修剪。我对恁讲的话，已经互恁清气啦。伊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未结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去的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接咱三甲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的上帝啊，愿荣光尊贵拢归伫你。这是阮对心底所献予你心灵的服侍。愿你欢喜接纳阮出于虔诚甲恭敬的敬拜。亲爱的天父，你听阮到结，甚至用基督耶稣来显明你对阮人类的疼。阮是极其软弱、不容易犯罪的人，拢是你有怜悯甲赦免，无照阮的所行来报应阮，反倒用你最宝贵的圣子来赎回阮人类。为着这顶好的福气甲恩惠，阮深深感谢你。爸，愿感谢你固守保护阮台湾伫世界肺炎病毒流行的当中，互台湾相对安全平安。愿知这拢是你的恩典，你用你慈爱的圣手保护看顾，和守护地位。互阮的政府防疫团队真正确的防范措施，来控制一切的疫情。主啊，接落来的春节假期是亲人三组织团圆，保守阮每一个人做好逐人的防范的措施。阮会脱离艰难甲危险，进入平安。恩典的主，这时阮要谦卑来见你的面，有你清气阮的念头。阮要来听受你的忠仆听的教示，加添阮的智慧，阮明白你的旨意，好帮助阮实践你的诫命，
用行动来回应你最大的疼，甲最宝贵的拯救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圣歌队要带咱来敬拜上帝，伊要用替我拍伴照伴心。大家来恭读上帝的话，
记载新约约翰福音21章，咱们对第一节看到14节。约翰福音21章第1节。后来，耶稣搁伫提比利亚湖边对门徒显现。显现的经过是安尼：西门彼得叫做双生的多马，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，西比泰的2个囝，甲另外2个门徒拢做伙。西门彼得甲因讲：我要来去掠鱼。因甲伊讲：我嘛要甲你去。因出去上船，迄暗因掠拢无，天不光，耶稣徛伫岸顶。不过门徒认袂出伊是耶稣。耶稣对因讲：少年人，恁掠有鱼无？因应讲无。伊甲因讲：把网拍落去船的正边，就会掠着。因就拍落去，因为拍到真侪鱼，煞拖袂起来。耶稣所听迄个门徒甲彼得讲：是主。西门彼得一个听到是主，因为脱北体，紧将外衫满地跳落水。其他的门徒因为因离陆地无远，约100公尺，就过迄只细只船，甲规网的鱼拖我岸。因一个上岸，看到遐有火，炭火，顶面有鱼，阁有饼。耶稣甲因讲：拄只掠到的鱼，掠几尾仔来？西门彼得爬去船顶，拖网起来岸顶，规网拢是大尾鱼，拢总153尾。虽然遐尼多，网嘛无破去。耶稣甲因讲：来食早顿。门徒无人敢甲伊问你是甚物人，因为因知伊是主。耶稣行我来，摕饼分互因，鱼嘛安尼分互因。耶稣对4人中搁活以后，对门徒显现，这是第3摆。愿得上帝赐福，听叹伊的话，互咱拢通刻条伫心里。今日早咱的传道所要分享的信息是：当你找到我。姊妹大家平安。唔知影咱敢有迷路的经验，失去方向的经验？这个经验，互你有啥物款的感受？我阁记得伫我5岁的时阵，迄是我人生第一摆去西雅市。我感觉真趣味吼，遐恁有买食的，嘛有耍的，嘛会当佚佗。会当讲遐恁是天堂共款，我伫遐恁感觉真欢喜，开始走来走去，看来看去。但是我却无发现有一项事要发生，真恐怖的代志。就是我甲我厝邻的老爸老母，佮我的阿姊，我甲因行线，因无去啊。迄个时阵我无遮悬啊，迄个时阵我5岁就下。边仔的人拢比我较悬。我看到的是一边搁一边的，若像墙壁共款。我真惊哦！我开始叫，但是恁仔的声音总是较细声，因嘛无听到。啥物较大声？因为是夜市仔咧叫卖的声音。我伫遐哭，感觉讲哇，我路拢看袂到因啊！世界目的就是安尼吧。我真伤心嘛，真惊。一直到有一个时阵，有一个情侣因出现，看到一个弟弟咧哭，因就来甲我关心。
哦，因知影我甲我的老爸老母哦惊放去，我放去啦。因就叫我莫惊，哦，带我到边仔咧卖蚵仔煎的所在，点一份互我食，然后甲我关心，我咧想因应该是基督徒啦，无应该是袂有安尼有疼心安尼。因甲我讲，你的爸爸甲妈妈一定会找到你，但是吼，你伫遮你莫后袂走，你伫遮莫后袂走。经过无偌久，我嘛毋知影偌久，我看到有两个足大的人用走的走过来，哦，原来是我的老爸老母。因看到我呢，就甲我揽的，我就直直哭。毋知影咱敢有迷路的经验？有可能咱的年纪愈来愈大吼。科技嘛，愈来愈发达。咱我靠这个经验，也是这个科技吼，咱真少会迷路，真少会。但是敢真正是安尼？有可能咱的身躯，已经袂阁迷路，但是咱的生命却迷路啊。彼得甲正门门徒来到一个因真实的所在，就是。提米利亚的海边，彼得对其他的门徒讲：“哦，我要去掠鱼，大家就讲，我嘛要甲你去掠鱼。因着就船开始掠鱼，但是呢，却掠袂到。这门徒伫过去跟对耶稣3天的时间，因每一天对透早到暗时啊，拢甲耶稣做伙。伫这经过中间，耶稣嘛教示因天国的道理，解答因心中的疑问，带因行去这侪所在，也互因看见到神业发生，医病赶鬼。但是伫耶稣受定十字架顶迄天，门徒的生命迷路啊！当耶稣受定死以后，原本跟对伊的人拢走了了。耶稣的死拍破因原本的期待啊！因过去也当作耶稣将来会成做一个新的王，如今因经验到的是超越因所想象的绝望。等因还阁咧学习接受这个代志，这个冲击的时阵，耶稣却伫3天以后搁我。咱会当想象遮个门徒因经验到的是冲击是偌尔大，一切发生是遐尔紧，因还阁未准备好诶。当咱用读者的角度来去看这段历史的时阵，咱会明白，门徒甲咱同款，拢是100%的人。因看见到因所爱的这个人，耶稣会死的时阵。因经验到的，就是咱亲人死去迄种感受，是绝望，是痛苦，是伤心。当因看见到耶稣，佮对死来过活的时阵，因嘛是有够欢喜、感动，唔敢相信。因为这个代志以后，门徒因转去伫即个海边。咱若头前一章来看，会感觉足奇怪，就是20章的后面。这个门徒因自己伫即个海边，因哪会搁伫遮呢？因为耶稣已经对因讲，伫20章后边的时阵，愿恁平安。别安尼猜欠我，我咪要照安尼来猜欠恁。敢讲门徒因为过去耶稣受定死的即个经历，因离开，感觉到一个罪恶感，认为讲家己不配。因不配做门徒，所以呢，因转去做这个较早的工课掠去，也是讲因发现到讲，其实我无做门徒的才能啊，我毋是迄块料啊，所以嘛决定讲，我要转去掠去，敢是安尼？事实上，这个门徒因转去海边是有目的的，因伫遮恁咧等待啊，等待一个人的出现。伫其他的福音书提供安尼的关键，马太福音28章7节
甲马可福音16章7节，记载讲有天使对门徒讲啊，恁爱转去家里里，伫遐恁妈看见。当门徒掠袂着鱼，一直到透早日头出来的时阵，有一个人来甲因讲话啊，伊讲朋友，恁敢有掠着鱼？门徒应讲无，阮无掠着。迄个人甲因讲，你将网仔掠伫即个所在，船的正边，遐恁有鱼。因照伊讲的话来去做，就拍落去了，掠着真侪鱼，侪到溜袂起来。门徒约翰就伫即个时阵认出，即个人，彼得啊，即个人就是耶稣啊。门徒因总算是等到耶稣，拄着耶稣，但是嘛真趣味吼。一开始因无认出耶稣啊，因无认出即个甲因讲话的人是耶稣，是借着即个掠鱼的生意，互因对过去的回忆中去发现着，即个人就是耶稣。就亲像迄一天，耶稣对西门讲，将船驶到水较深的所在，然后你甲你的同伴要夜网掠鱼。西门应讲，先生，阮规夜念袂着鱼，啥物拢无掠着。但既然你安尼讲，我就夜。然后因掠着鱼啊，做甲网啊差点就要破去。即天嘛发现同款的代志。门徒对即个掠鱼，做甲因扭袂起来即个代志，因认出只有一个人有即个能力啦，只有一个人。迄个人就是伫因三冬甲因做伙迄个主耶稣。认出耶稣的门徒因上岸，因看见着有咧倒的火，顶边有鱼甲饼。耶稣邀请因做伙来食即个备办的早顿，将饼分互因，也将鱼仔分互因。即个鱼仔甲饼，咱敢有想起着另外一件的生意呢？就是五块饼两尾鱼的生意。即个生意要上真的代志是，要互因回想起，我就是耶稣。伫即个用餐的过程中间，耶稣嘛要互门徒知影，互因想起着迄暗的晚餐，要表明耶稣甲因的关系无变过。门徒伫海边等待耶稣的出现，咧等待耶稣的出现，是因为因有一寡代志爱处理，这个代志是咱生命、因生命的问题，因为因经历着的代志是遐尼啊多，超越因所想象。我想因大概真想要问耶稣，耶稣，当你克受定死伫即个十字架顶的时阵，我逃走，你敢有相信？耶稣，你敢会讨厌我？因为当时我真正有够惊。耶稣，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三界否认我甲你的关系，你敢会当原谅我？这个声音无写伫圣经内面，但也是安尼。上帝为互咱每一个人，伫无同款的处境内面，有空间来思考。耶稣为因备办早顿，佮甲因做伙，是要互因知影，伫过去、现在也是未来，伊甲伊的关系无变，伊疼伊，伊甲伊的关系亲密。耶稣嘛要互因知影，未来因要对即个迷路的过程找着方向。门徒伊毋是行路行到迷路，才到海边的，是伫海边的时阵，因迷路。毋知咱敢有迷路的经验？这个经验是啥物？互你啥物感受？对耶稣，咱对明白耶稣开始，相信伊会拯救，伊的能力开始跟对伊的路顶面，
咱敢有迷路过？咱可能会问家己讲：我敢是一个好的军队者？我敢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？我敢有下这个门徒的身份有无？这个答案可能毋是真明确，咱嘛毋敢互家己真大的肯定，因为属伫咱家己的软弱还阁伫咧。但是咱嘛袂互家己真大的否认，因为每一个礼拜，咱共款来到教会敬拜，但咱一直无一个明确的目标的时阵，也会当咧讲，咱对信主开始慢慢跟对，经历真多代志。开始对这个信仰投入，感觉真兴奋、火热，但是渐渐亲像一首好听的歌，唱到尾习惯，感觉平淡，无任何的感觉。如果有一个真明确的目标甲方向，咱可能会当确定，家己伫军队耶稣的顶面，咱是一个好的军队者，咱无迷路。伫新下伊读册的时，有一个牧师，伊时常关心我。伊的名叫做马约翰牧师。每一当伊拢会约我做伙食饭，关心我的身体甲心灵的状况。前一当我毕业来到东门做传道的时阵，我阁有一个机会来见到伊，伊嘛共款来关心我。伫迄届见到伊的时阵，是伫阮传道书咧训练的时阵的课程。我带着我的疑问来到伊的课程中间，想要找到一个答案。我的疑问是：敢有一套方法会当互军队耶稣的人真清楚去判断讲，家己行了好、正确，敢是对的？敢有一套好的方法？咱认为讲一个好的军队者有啥物款的模样？是每一个礼拜日、礼拜六拢有参加聚会吗？还是讲逐工祈祷，嘛有真认真看圣经？还是讲有参加教会的服侍？这一切拢做到的情况的情形，就表示这个人伊行伫这个道路顶面是行了好个对嘛？我带安尼疑问开始听马约翰牧师咧上课，伊开始讲，我开始听。虽然伊无回答我的答案，但是我开始咧想一寡代志的时阵，我就得到感动。佮回想起老牧师，伊时常甲我分享伊的信仰经验的时阵，上帝的话就感动对我讲话。伊讲是啊，当囝，你真做一个军队外的人，你爱敬拜我也无毋对。你需要祈祷甲读上帝的话，才会当领受我要互你的。你爱参加教会的服侍，因邀我嘛，互众人得到利益。你受洗礼，伫我面前认罪，确定我甲你的关系，这是你军队我的道路。但囝，当你军队我的事，你要为我做啥物？迄一天，耶稣甲门徒坐伫海边，因食了早顿以后，耶稣问彼得三界：你有爱我？彼得嘛三界应讲：我爱你。耶稣吩咐彼得：你牧养我的羊。伫迄时，门徒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新的目标。因过去用3档的时间，军队耶稣伫伊边仔学习领受，一直到因面对耶稣的死以及告我的时阵，因失去方向。如今耶稣互门徒一个新的目标，这个新的目标要互因伫未来军队耶稣的道路顶面，因知影要安怎去做，因要做啥物。军队的道路爱有目标。咱要知影，伫礼拜中敬拜、读圣经、祈祷，毋是军队耶稣的时阵的目标，是咱军队耶稣的时阵会做的代志。活出耶稣的款式，才是目标。
对所处的环境带来信仰的影响，才是目标。传福音才是目标。为着这一个搁一个目标完成因，咱需要不断的透过礼拜装备、圣经、对祈祷、灵修、领受装备，甲主培养亲密的关系，互所领受的甲所要完成的这个行动，成做一体。安尼就是军队。安尼迷路的，就要找到方向；失去气力的，就要得到气力。但为着要完成这个目标，咱会开始思考：我敢有备办好啊？我敢有备办好啊？对，有一套价值观，伊甲考试、甲工作同款，就是你若备办愈多吼，你做了会愈好。你若要考好，你就爱读多。但是伫咱服侍的顶面，咱军队的顶面，敢有即个下即个价值观？即摆每2个礼拜，东门教会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拢有即个读圣册、播文字的节目，毋知咱敢有看？即个节目拄开始要杀的时阵，牧师讲伊要杀即个节目的时阵，我就甲伊讲，牧师，我感觉可能爱准备较好的时阵杀较好呢。牧师，我感觉对，我有诚侪，我感觉爱准备安那。但是牧师呢，伊予我一个违反我价值观的想法，予我一个挑战。这个想法大概是安尼：行出第一步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为着要得到福音的缘故所做的，无分好甲歹，只有分要做还是无爱做。这予我顿悟一个代志：如果行动无完成目标，你的行动无达成任何目标，伊上最就是等于安那，你无做。但是你无任何行动，一定比你无任何行动，伊是一点点完成的可能拢无。无错，有可能这个行动你会想讲，我要互伊搁较好，但是你毋免烦恼，伊一定比无行动搁较好啊！咱甲文道共款吼，拢对无了解耶稣的阶段开始，接着军队，慢慢甲伊愈来愈熟悉，也了解伊的教导，也透过参与教会服侍侍奉，了解圣经、灵修，领受道理。但是某一天，你会感觉到，家己咧军队这项事已经达成你的目的啊！什么目的？就是对相信得救这项事，你已经完成啊。然后一天过一天，过着同款的信仰生活，认为讲安尼就算一个好的文道。渐渐你会感受到讲，这个信仰生活感觉欠什么？虽然咱将应该爱做的拢做着，但感觉甲过去无同款，是无力、无助，感觉无聊的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因为伫这个阶段，你的生命已经停落来，无搁继续向前来行，失去目标。迄一天，文道因来到海边，伫遐恁了解2项事。第一项事是因甲耶稣的关系无变过；第2项事是因伫遐恁休困，伫这个海边休困停留。然后呢，因要继续向前来行，向前来军队。教会就亲像提比利亚海边共款，遮恁咱会迷路，但是呢，咱伫遮恁停留、休困、等待，然后呢，互耶稣找着，然后咱就要继续向前来行，行动伫咱所生活的环境内底，迄是厝里，是学校，是工作的所在，是街头，是你的厝边。咱伫遐恁要付出，咱所领受的，咱要带出行动。当你等待着耶稣，你要互伊找着，咱的生命就要有无共款，因为迄时阵咱有目标。我要分享
一首歌哦，这毋是我写的，但是这个歌词我感觉真水。这是一首国语的诗歌，叫做《当你找着我》。啊，因为是国语的，我就念国语，安尼较袂走去念着。伊讲：当你找到我，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。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，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圣容面，我已决定永不后退。你作为何等荣美，你大能在我心间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。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，我跟随你即时荆棘满布。纵然面对挑战，也有眼泪，感到疲惫。我要挣脱缠累，永远不后悔。在你翅膀荫下，我得保护。你话语使我生命得坚固。你应许不摇动，自始至终永不落空。未来在你手中，我不忘初衷。咱当先来祈祷。因为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知影你有够疼阮。阮有软弱，也有失迷的时阵，主啊，求你伫每一时刻甲阮同在，带领阮，嘛指引阮正确的方向。阮要伫哪军队的时阵，找到阮的目标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阮要来做你的事。求你继续加添阮气力，互阮所做的就正。阮安尼祈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113首。咱要吟第1节、第3节、第5节。圣诗113首。我来朝见你，救赎我的主。第3节，你就是我名，我对你承诺，你这恩惠在怜悯守候，有你用千千万年不寂寞。这是奉献，为着要报答主的恩典，
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做奉献。咱若有兄弟要奉献的你若要用微博的账号，伫咱的周报的顶面，咱拢有写教会的户名，甲遮个账号请兄弟来做伙关心教会的圣工的事奉，才会经一切。咱同齐起立来做奉献，感谢。请坐。好，即是来报告。本礼拜巴克利圣乐学院暂停一届。老牧师要困到本周下拜三，若有代志要联络的，会当联络王光团队。我本人，对，我本人。我想讲念顶悬的，好。春节期间，1月30到2月5号，就是后周的拜日到拜六，办公室休困7天。2月1号上午9点的新春亲社联合礼拜，牧师要用台语甲华语双声带来讲道，欢迎大家会当来参加联合的礼拜。明年教会要行120年，邀请每一个家庭会当伫厝内咧聚餐，也是聚会时阵来拍合照，并且将相片的档案摕来办公室，也是传 email 到下骹即个连结。本礼拜伫礼拜堂的即个正面有放迄落春联，2022年的会友会当每户领1份，记得爱签名。有登记要买现代第一本罗马版的兄姐，会当伫办公室来领，记得爱摕收据。教育大楼2楼的，就是牧师的办公室，即摆已经完成啊。遐恁嘛是一个多元的空间。若是你有知影囡仔是1岁、2岁，当到遐恁，会当邀请因去遐恁，互因知影吼。高中职的行动者培力营，
伫今仔日到后礼拜的拜五，要借即个教育大路的3楼举行因的培灵营。啊，今仔日伫对面伊丽莎白林森路教会，因10点伫遐恁借场地来礼拜。啊，青年牧区因有办一个营会，是会当邀请大专，啊，但是你若毋是大专的嘛是会使。对2月11号到2月13号，伫即个对面的社区发展中心举办因的青少年读经营。好，今仔到有新来的兄弟到，还是姊妹到伫遮哩？好，咱做伙来唱《祝福初肯》的诗歌。390首，俄罗天父万福本愿，请起立。同心来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阮知你疼阮，即是阮要四散，求你带互阮快乐，互阮伫阮的生活，伫阮所处的环境，行出行动，来成做你福音的种子。求你继续帮助阮，互阮伫每一时刻，透过我靠你，人生得到快乐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，阿免。请坐。请坐。